為真小人爭取社會地位，不讓偽君子們霸佔了全世界。抖音一啲假嘅嘢，你信咗係真咧，整下整下咧，最嚴重嘅後果係咩？你唔知乜嘢先係真噶啦，就係所謂假作真時，就係乜嘢都假噶啦，因為你已經唔知道個 standard 係乜嘢啦，已經去到你冇咗唔知噶啦。社會啊、世界嘅氣氛啊，都有呢陣嘢嘅，即係譬如我哋講 fake news 啊。好多人真係信咗啲嘢，佢就認為係真嘅喎。咁可能喺我嘅立場係都好假下嘅喎。點解會有人信嘅咧？咁樣而唔係一個人信、兩個人信嘅喎，係全世界或者即係好多唔同嘅 parties 有唔同嘅 beliefs， 即係呢啲咁嘅嘢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而事實上越嚟越需要面對嘅題材啦。即係我覺得嚇。假作真時，乜都假，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咯，真同埋假。任呢個世界點講一件事，你自己真係要知嚇，係咁。如果有高低，有光輝，有色味，有崎嶇，有喜怒，有悲，有乜嘢出奇？上善若水，攀山過嶺。乜水都可以係宗師 ，my friend 如水結冰川去滄海去桑田，東邊到西邊到天邊再伸延，上善若水，福州再聽，乜水都可以係宗師 ，my friend。My friend， 我離開咗個井成為水，我可以穿州過省，前面有幾困難，有幾咁難行，幾咁閒。我拆散自己嘅框，過幾個關，轉幾個彎，就算順流逆流，上流下游宇宙盡頭，冇人可左右，覆水難收手嘅時候可以細水長流。到我攻，有洪水猛獸大浪冚過頭，流水淙淙，來去匆匆，無邊無際無偏見無階梯，有乜嘢問題都冇問題，我請你好好放低。最強嘅武功上善若水嘅心胸，正面進攻水泄不通，我就劍走偏鋒，冇最巔峰，一杯水斟一半，唔會自滿，不停去轉，不停去變，不停去鑽研，不停去轉變，成為一道清泉，山長水遠，連綿不斷，源遠流傳，海納百川。如果有高低，有光輝，有色味，有崎嶇，有喜怒，有悲，有乜嘢出奇？上善若水，攀山過嶺，乜水都可以係宗師 ，my friend 如水結冰川去滄海去桑田，東邊到西邊到天邊再伸延，上善若水，福州再聽，乜水都可以係宗師 ，my friend。舉頭望望茫茫宇宙，水流到最後又流翻去源頭，上善若水，各路英雄選手，上乘嘅武功又使乜嘢用拳頭哈？真正嘅五湖四海為一家，唔打都分得粗下，要打亦從唔怕，可以巨浪淘沙或者變流水送落花，不為執為世道服務，逐步獨步天下。明鏡只需要清晰，古老江湖經歷，滴水穿石努力化做松原不逼嘅一朝一夕，從來無敵人，只因無地無色無味無形式無技，變成兵變成氣變成兵器，變做甘露嘗一口，揮一揮衣就留一手，哼一首水到嗰頭，一出手化地為有意滋養萬物為首，以無法為有。如果有高低，有光輝，有色味，有崎嶇，有喜怒，有悲，有乜嘢出奇？上善若水，攀山過嶺，乜水都可以係宗師 ，my friend 如水結冰川去滄海去桑田，東邊到西邊到天邊再伸延，上善若水，福州再聽，乜水都可以係宗師 ，my friend。抖音